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请坐，请坐。桌子在这。好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鸡肉。你呢？我要蔬菜。好的。你们喝什么？可乐。我也要可乐。我也一样。你们要什么锅？白汤。红汤。好。谢谢，谢谢。欢迎欢迎。你们要吃什么？要吃什么？我要吃红汤。我要白汤。好的，你们要喝什么？我要可乐。我要可乐。稍等，这是你们的可乐。谢谢。好吧，好的。多少钱？400万。谢谢，再见。干杯，干杯。走吧。好的。钱400万。谢谢，再见。